家嚟到2025年香港電影導演會頒獎典禮。我哋第一個嘅獎項呢，就係執委會嘅特別獎，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周潤發先生。喺呢套戲入邊，每一個主人翁俾我好大嘅啟發。得獎者係 Robin Lee。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's come out to support the film. I just wanted to make something really, really great, something that I could be proud of, something that the runners in my film could be proud of. 最佳新演員，我哋有請頒獎嘉賓任賢齊先生。最佳新演員係爸爸蘇文滔。好多謝導演，好多謝翁子光導演首先，好多謝佢揀咗我啦，亦都好多謝佢咁信任我。個新晉導演頒獎嘅嘉賓就係古天樂先生。香港電影導演會2024年新晉導演梁禮賢，久別重逢。最佳女配角啊！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張繼聰先生。香港電影導演會2024年度最佳女配角谷祖琳爸爸。今日喺呢度咧，見到好多朋友，見到好多合作過嘅導演，真係好多感受。多謝爸爸所有團隊，多謝晒。最佳男配角啊，有請頒獎嘉賓姜大衛先生。香港電影導演會2024年最佳男配角朱柏康。作為一個演員，遇到一個不停都想發掘你嘅導演係好難嘅。多謝大家，多謝香港電影，多謝 ，thank you。香港電影導演會經全體執委投票同意，一致通過，授予王家衛導演榮譽大獎，對佢嘅成就與有榮焉。多謝香港電影導演會俾我呢份榮譽，作為導演會嘅一份子，呢份嚟自同行嘅肯定，嚟得尤其珍貴。最佳女主角，邀請頒獎嘉賓任達華先生。2024年最佳女主角李思雅柯導演。多謝各位導演俾我嘅鼓勵同埋支持，多謝我哋團隊嘅每一個部門，因為係你哋嘅努力，先可以造就到一個成功嘅角色。我係演員衛詩雅。最佳男主角，有請頒獎嘉賓惠英紅女士。幾廿年前呢，就喺台上見過一次，跟住一路都未見過面嘅，呢啲可能係緣分。幾廿年後嘅今日，又喺台上見翻佢，破地獄許冠文。我哋香港嘅導演係夠膽去搏一搏嘅，目標係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就係要欣賞沿途風景。因為我特別高興嘅時候，肯定係我一生裏邊沿途風景裏邊最靚嘅片段之一嚟嘅。多謝導演會，多謝。嚟緊頒發嘅就係最佳導演，邀請頒獎嘉賓劉偉強先生。其實呢度好有感觸啊！上樓梯咧，我哋好多年前啦，由先會長好多會長一齊上嚟，其實好有感觸嘅。OK， 希望大家都會 feel 到，其實呢個好似我哋主場地最佳導演鄭保瑞。其實我好慶幸自己喺呢個圈長大，喺片場長大。我真係跟住後邊呢班導演、一班前輩一步成長。我成日覺得喺香港呢種咁特別、咁獨特嘅拍戲方法，淨係香港先可以。我好多謝大家，好多謝導演會，亦都好多謝身後所有嘅團隊。最佳電影《九龍城寨》。其實喺咁多部出色嘅電影裏邊咧，可以同大家一齊競逐咧，係好開心嘅。最緊要咧，大家導演會啲導演咧，繼續拍多啲好嘅香港電影。我哋導演會仍舊咁團結啊，咁有朝氣，尤其係呢幾年見到好多新嘅導演出嚟，佢哋嘅技巧各方面都係有目共睹嘅，令我對香港嘅電影前途呢好樂觀嘅。所以我希望我哋香港導演，尤其係新導演一代啊，
我哋要拍好電影，等我哋香港電影一路傳承落去。